世界棒球经典赛明年3月要举行，咱台湾队要爱先对资格赛开始拼。这个月21到25伫台北大巨蛋，台湾、南非、尼加拉瓜佮西班牙要拼2个参赛的名额。这届的台湾队长同款是12强赛的陈杰宪，资格赛咱台湾队的选手名单，佮有啥物特色？今仔的解破新闻，咱就请接安来为咱所分明。是主播解破新闻，我是志安。今日解破新闻要继续来讲，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月底就要升伫台湾台北大巨蛋来开战。咱台湾因为先摕到12强的世界冠军，即马是声势当咧唱。咱这边拄则公布36个训练名单，主办单位就去大声公布资格赛28人的正式名单。这届会当讲是咱的选手投手是上届大阵，有徐若曦，佮有伫咧日本发展的高林瑞阳，佮有咱的捕手12强的林家杰，嘛要继续来比。内野的大炮有林子贵、吴念婷，佮有国防部长张玉成，佮有外野手是陈祖和，佮有台湾队长陈杰宪，是要继续来做台湾队的队长。这28人的名单当中呢，是搁再减一人，是因为这原本伫名单内底郑宗铁，因为今年是真有机会拼入大联盟，已经请球团来辞掉这届经典赛资格赛比赛，确定是未来参加。目前若是照这个计划，2月21开始会连续来拍3天，台湾会陆续来对着西班牙、南非甲尼加拉瓜。2月21台北大巨蛋连续要拼3天，这详细选手名单，总教练詹浩区是讲，2月15会来公布这选手名单，2月19进前拢可能会搁再变动。咱另外搁再讲到这经典赛比赛规定，抢镜比12强搁较硬斗，搁较歹拍，因为因是同意这比赛国家，只要你有才调调会到，你嘛使去调这大联盟第一线选手当来拍。只要是讲这参赛国，你有伊的国籍、护照加血缘、血缘，就会使来代表这参赛国家来参加这届比赛。4到正经就是强对强，硬对硬，搁胜拼胜。咱若这资格赛的8队是全部比了，就会选出4组参加明年经典赛2026年的正赛。那加上原本就已经有资格这16队，拢总是20队，会搁拆做4组，每一组搁拼出这前2名，来拼最后的抢冠军。美国大联盟嘛有针对这届经典赛特别有点名出台湾，讲到台湾今年只是运气较无好，爱对资格赛来拍起来。不过台湾拄则摕到12强世界冠军，佮有主场优势，这表现相信是一定会足够精彩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将镜头佮交转去主播。